关系在地新闻，乡亲啊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新历的2月24，旧历的正月13，礼拜三。新闻的头一条，台南市8天来发生着3件凶案，有2个人死亡。警察局长向市民来回失礼。台南有一个外号叫做黑米亚的男子，昨暝举请到安平，甲一个角头连开7枪，甲人弹死，实在是无法无天。其实毋啦，这个案件尔。8天前2月16发生伫安平停车场的追杀案，杀死一个人，以及1月份特报主去互拔去的案件，这个叫做黑米亚的这个男子，拢有牵涉在内。台南安平伫8天内连续来发生着3件凶案，造成台南治安不良的形象。警察局长彭永玲连续2届出面，除了甲市民会失礼，马上误导来宣战。伫透天厝的顶仔骹，外号黑米一个姓帅的查甫人，李挺举咧冲入厝内，对安平区地方角头老大的建文连续开7枪，造成这个角头老大的当场无命。犯案了，驶这台进口车一个人来到台南市刑台投案，不过这个案件无单纯，原来这个查甫人甲几天前台南另外一件凶杀案有重大关系。2月16日迄一天，一个31岁姓王查甫人，互人追杀，死伫安平区的停车场。原来这嘛是姓帅查甫人甲因朋友所犯的案件。这前后死亡2个人是因为经营权利车的事业。该有金钱纠纷早就完仇，姓帅查甫人敢若早就有准备要对2人不利，不过伫台南进前，伊佫牵涉到另外一件收金直播主的案件，互人敲着有枪击甲枪支。事后虽然讲有交保，也毋过嘛，互警方锁定啊。想袂到讲伊有法度伫短时间内连续犯案，民女外界认为讲警方无这个能力破案。接任高华卫警察局长彭永玲，无奈伫半暝出面回失礼，几天刚早起，佮开记者会向乌帮宣战。我们绝对要以我们最大的决心跟态度，来压制这些黑道帮派，不容许他们在台南市恣意妄为。彭永玲表示讲，目前已经有7个人到案，剩1个嫌犯还未抓到尔，有信心伫今仔日会抓到。不过8天有2件凶杀案，台南市民对治安敢有信心？